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《福氣來咧》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喺今日節目當中呢，邀請到音樂嘅啦創作者們，你好朋友，你當崇拜，你嘅創作歌手哈，謝怡薇先生喺節目當中，係啦，大家分享佢有最新嘅演唱會啊哈，天宮遊樂水，但天宮遊樂水呢，咩咧？天宮啊，落水哦，咩咧種誒，係哪一種？本以為當熱血沸騰啊！韓國呢，喺節目當中，本大家看到幾老幾嘅老太第一擺公開亮相合作嘅倆樣片啦，你先請大家來看樣片。來賓謝怡薇先生，月更好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謝怡薇，東京魔上節目咧。哎呀，歡迎歡迎！哎，今日可以睇到啲係梁鳳提嚟唱歌，所以亞夫卡真嘅係音樂世家、美術世家哈，啲啲做建築啊哈。你一排有啲演唱會天宮遊樂水，都是啲神秘嘉賓，咪係亞羅太冇？冇其他，佢最近係武漢，因為佢哋時常去上海去做嘅。做設計，我天宮遊樂水嘅音樂會哈，10月14號，在特別是客家文化園區，嘅二樓嘅咧演藝廳哈，表演嘅下晝3點到5點。哇！第一擺呢，有冇到天宮遊樂水呢？有兩個原因啦。一隻嘅天宮遊樂水，啲客家山歌嘛哈。那天宮遊樂水代表就再一次唱山歌，就是新的山歌。還有本身人家所謂我哋弟弟強下寫嘅歌曲。第一擺音樂會呢會發表幾條新寫嘅歌曲，從會發表兩種新嘅專輯裏邊都有歌曲，一種係通史嘅歌曲。還有一種係客家童謠嘅歌曲，特別有那個客家電視台嘅節目《安姑安姑》啊，寫歌曲嘛。那一見有寫咁多歌曲，上來發行《安姑安姑2》。哇！那麼呢係特別嘅爵士唐詩嘅前身哈，就本身寫好嘅通史用流行歌曲嘅編法來演唱嘅。所以最近都會發通咧哈。所以咧一連串大家去看呢啲演唱會，咧大家是做一堂嘅度吼，一定係咧，無論係呢對頭擺咧山歌，又係講有一個本來嘅創作樣板嘅，咧擺本大家談到當到冇強樣，韓國有新嘅東西。其實係每一張冇強樣嘅街團哈，係重有代表性嘅歌曲，還有就新歌家就做咁樣。其實今日講到吼，天宮遊樂水啊哈，你一張遊嗬 again 嗬，本大家只有講當期待，我要乜嘅新嘅東西，因為你一件嘢大家
即左等右等，肯定容易出新的作品。6年冇出的。6年呢？上一种该爵士唐诗啊，你让2010年2012年出的。最近6年了呢，因为到中专时都等于提升哈。冇天走了，你下要从片都唔好做。真是啦，你係安尼做音樂嘅呀，真辛苦嘅素材。不過大家當期待愛睇到嘅作品啦，哈，當然要按到進化嘅作品，攞去攝起來。好啦，從成本大家定到咧，哈，應該係年代老萬年，應該會有作品同大家。因為除咗嗰種通謠一種嘛，還有通史，那萬年會做一種全新嘅客家風。今年擺設出3種，其實係兩年嘅出嚟。其實通史嗰種係做好咧，本身做做好咧。今年來發行啊，童謠嘅嗰種係做好一版嘅，那你啊半年嘅時間到。他們想會5、6條歌，然後一下好，其實就是做完剩下半張。半期完整啊！對，那明年會出一種全新的那個客家創作嘅專輯。哇，鼓勵，咁我當有體力咯，因為我創作我錄音哈，幾隻設計我完整，你做專輯係動畫性嚟嘅。其實大白做好一種感覺元氣大傷哦。前幾張做完元氣大傷，休息幾年。6年冇出啦，其實差唔多有6種專輯，寫了6種嘅歌曲，一種童謠哈，通史，然後客家創作一種，還有客家搖滾樂團的一種，還有復古歌曲的一種，還有一種國語歌曲。該用嘢創作量算多呢？其實你經驗咯，寫咁多歌曲啦，冇留下來完整的發行。不過雖然講你係翻譯唔係當好，係想係還是要把它集結起來。係出啊！不過我就講慢慢來啦哈。像呢一排呢，你就當期睇講演唱會，大家就得看到啲新嘅東西。家講到咪會有啲即將我發行嘅啲專輯啲嘅歌曲嘛，同大家介紹下。呢一排既然講天公有落水咧，演唱會啲度，佢有乜嘅譬如講樂器嘅編制啦，又係曲風啦，等等，又係本大家聽到新嘅歌，又咪冇強用嘅素材。現這上係用搖滾樂團嘅編制來表現啦。當然你下我要唱神秘嘉賓，那你下都係想下要唱瑪莎先保密，還在規劃當中。大家是到現場實地啊，不過你家講用幾隻下搖滾嘅樂團方式是係車兒會樂團來演出嘛？哦，你地度大家啲講搖滾樂團聽出有爵士鼓，好，有填嘅吉他，貝斯，貝斯填貝斯 keyboard。等下可能有為這個要唱和音啦、薩克斯風，還是一些其他管樂器或者國樂器，還在現在正在規劃當中。哎呦，也未差不多嚟啦哈！家今日咧，大家去看表演嘅時間是會看到咧，本你眼睛為之一亮哦。你看，你未看到咯？有一個佢時常有表演嘅時間，幾張樂團哈，喺舞台檔哈，大部分大家真係當有發力嘅哈，所以啲都融合當到嘅曲風，所以呢一擺包含即種我發行嘅咧專輯家講到，講你要嘅係童謠嘅，安古，你當定音聲，你當到小朋友好聽。還有兩種嘅童謠哈，它特別係比較注重在舞曲，有冇講？因為你嘅客家小朋友比較缺乏運動，那種可能會6成的是比較跳動、比較動感的舞曲，4成的就是抒情歌曲。因為成日記得到時啊，聽筒跳舞，記得發力暗好，記得抒情嘅當然好聽。不過呢係講咗咧聽跳舞嘅，哇！當聲音咪當跳，佢通史是係客台音嘅，佢係維持按下爵士嘅風格冇 jazz 嘅風格。其實兩種專輯哈，兩種通史係跳擺二條行業公共發表嘅歌曲該時間寫咧15條，冇一次冇機會發行，所以講我根本我自己寫得很滿意，因為佢跳進嚟重之前哈，要唱錄音家用嘅客家古調來演唱，會唔會係重做？其實可以保留客家古調，還有兩啲現代嘅創作。那其實已經做好了，就來發行。它的編曲是比較流行加國樂的部分。哦，個動機台呢？其實錄音加聲音全部非常容易學，因為唐詩嘛，七言四句，旋律寫得非常簡單，一彈就會唱。
有押韵的哈，它有平仄的对仗，所以讲话讲起来系下简单下容易，做得本意下记得得，朗朗上口。还有用客家话来重音讲嘅，因为因为客家话、福佬话唔系保留唐朝的古音嘛，用接近唐朝的这个语言来唱，会更有味道。哇，当好，咁最近呢，家下讲到10月14號有俩天宮遊樂水演唱會嗬，韓國呢其實11月份還有俩高人的巡迴場嗎？其實9月就開始啊哈，有4場嘅校園巡迴，9月、10月、11月。10月有1場，11月2場咁樣。哇！詳細情形請上查日會咧粉絲專頁以前你實在看得到咧哈。禮拜校園巡迴的對象，特別哈前2年係有機演哈，會小太學。今年我設計在這尷尬的年齡，就是16到18歲高中生。Teenage 啊，對是。夠重。希望有拿搖滾樂哈，大部分嘅後生人跟他們介紹客家音樂。其實也設計哈，冇單唱全部係客家，還有一條有像台灣音樂之旅，各族群嘅嘅民謠，從一開始會從陳達的這個恆春調，還有念祖明嘅歌曲，還有會帶掉一點點民歌，還有一點點那個民國60年代的那個歌曲，就是一方面從客家創作，一方面不給介紹，推翻100年的音樂歷史。精心規劃的哇！大紅發同都係精心規劃啊！哈，咁每場大家記得10月14號一定要看演唱會，呢一版咪係咧客家30內列嘅發動啦。所以我相信聽眾要到咧特別為到客家30來規劃曲啦哈。時間過非常急哈，還我母語運動30年了，特別係開始嗰些愛講讀台學，喺度感受到開始整個台灣有一個氛圍，就是要關心自己的土地。開始就那些初該大1、大2時間就開始不該這種運動，感受到那個運動的那個能量，就開始寫客家歌曲。好，該期待下大家到現場去聽一下呢30年音樂嘅脈絡啦，哈！等下再嚟繼續同大家分享哈。如果先生呢要請到新嘅作品，韓國有音樂想法而同大家嚟分享哦，請大家聊一下，繼續再攞福氣來咧。漫山有痛，涼涼嘅風中有甜甜嘅夢，讓日嘅哥哥要背向天空，所有該誰來全為你點動，你是英雄。勇敢講，愛不抗落，該是勇敢殺出河。馬上走的，讓多你該痴心一片。馬上長走的，何福氣讓你相守一生。馬上走的。多多你來做新橋嘅，馬沙長做的，求你相愛永遠永遠，求你相愛永遠永遠。哇！哎呦，很浪漫嘅歌曲哦！呢套歌曲係寫我是一個朋友哈，因為客家人客家嘅姊妹非常非常的正，時常我落去有一些場合碰到他，該誰來就從錄音腔哦，旁邊都一直黏着他，然後都趁他不注意，可不可以給你加個 line， 可不可以留個電話？我就旁邊在看，哇，這樣姊妹真的是很有氣質，就是男生就是一直要黏他。然後我就想，哇，馬莎哈安有福氣哈，做啲
只是让人家谁没恐吓追到这个女孩子，在投机转来，让佢恐吓上手到用叫，哇！唐那条歌曲台北係咩詞到？你根本嘅台面上台裏邊咧，茶葉會先生當浪漫咧。雖然佢講咧，佢係看拍聲音，不過我想可能佢自家台北沒有見過咁樣嘅，看到咧，你客家這樣寫，我咪講啊，當聲音咯嗬，係所以咧，從嗰個時間一直到。當浪漫嘅感覺，咁啊，你哋講吼，開始從大學時期開始當到嘅民歌，韓國前到嘅使用歌曲當喜歡，開始彈吉他，嗰種時間要用吉他對個聲妹啊。其實吼，我不就是雖然我從來韓走對也是唱全校第一名這樣，不過我覺得拿吉他唱歌騙女孩子是蠻可恥的事情。嚇，應該講你講話做得為寫聲妹啊，也係講用畫圖嘅落去畫下來。其實我感覺用畫圖跟唱歌都是蠻可恥的，我還是蠻希望喜歡的對象哦，是真的喜歡我的個性。哦。不過就是講特別台後的世界什麼朋友，就是因為覺得她太漂亮了，也沒有想什麼，就是覺得她好漂亮，氣質好，想把她畫下來。欣賞佢。嘿，其實多厲害什麼朋友，多厲害老婆哈，都有幫他們畫過像，哇，留下美好的回憶。係啊，您都好欣賞咧這樣嘅事情嘅哈，呢樣嘢催化啦。其實我最好我畫圖最好反映好法嘛，咁樣說，聲音，小孩子很可愛，錄音噶。歲月的滄桑，老人家嘅面哦，從嘅老鼠皮咁樣啊，還有醬色毛，因為氣質很好，畫起來就賞心悅目。然後一張出嚟，長相非常特別的人，比方講招風耳啊，哈，面特別衝啊，哈，還有特別有造型嘅嗰種人，都有辨識度啊。呢始終是我最喜歡畫的對象。哦，所以今年呢，家下一塊頭有談到有一個人來唱歌哈，本大家哈很想去聊，很想去深入了解你，因為大家有可能有主持，了經驗有做戲，哈，韓國有開演唱會哦，有自家有係為畫圖嘅畫家哈，其實當到係催化啲訊號哦。當然今日啲節目當中，介商業演唱會韓國新嘅作品哦。咁頭先你講到，其實新嘅作品，一條你風格類型當多，聲音嘅歌曲，嚇，有係拿到舞曲嘅部分，還有通識嘅部分，有係撈今天咧爵士唐詩冇用用。係，佢係其實係寫發表嘅通識嘅前身，係用流行嘅方式，加上一些國樂。係，其實整次專輯啲部都係要搶啲客家女歌手來演唱，從該鍾怡晴啊，還有羅英英啊，還有黃佩書、蕭佩茹，哇！所以你係其實冇幾年親密了，嚇，還唔會唱嗎？太可惜了，坦白講親密，你寫新嘅通識要講娛樂。好啊，而且通識都有意見啊，嚇，講到通識，其實當年會講，你理下讀通識嚇。無論你係用派嘅啲了解佢地圖嘅啲詞語哈詞語，其實今日就得用演唱嘅朗誦嘅方式來呈現哈。我喺台北城市間嗬，我喺甲公非常做住個選題咧，我貴小音樂線做個選題。哦，咁我佢係嗰種鄉下的那個念私塾的長大的嗰種音樂，我成日就談佢看故事嗬，在吟詩，佢吟詩的那個曲調好優美，我就想哇，甲公該。英式嘅嗰種曲調哦，很正啊，當上哦，有機會撈去留下來。後來就有研究嘅中立詩社錄音家，你客家嗰種私塾教學哈，佢哋看故事嘅時間有一種古調，佢哋比方講渭城曲哈，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佢嘅古調咁唱，渭上朝雨浥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勸君更盡一杯酒啊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哦，你係用客話來唱？係幾種？你用方言？好，當有故意啊！係，特別要講嘅即係通識嘅咁樣講，福佬話啦，客家話，係，叫做唐朝嘅語言，係，所以我覺得更貼近古人他們的語言的那個味道。係，所以呢一擺係正式地圖沒有搶到呢耆老來龍頭。係係係。
从应该是从一下个渭城曲。好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同样用一啲嘅方言，用一啲客家話。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。強他何時雁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強他何時雁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哇，好燙誒！啱彈咗很輕鬆哦。錄音家做啲彈聲音也做得好。錯，我上到學我頭擺彈錄音家，我記得啲正經講。岩繞，也講潮汕歌嗬，嗰種當水口嘅感覺係，直到呢個繞韓國佢想講嘅話，當自然是啱講出來，佢冇想象到，呢個非常非常有韻味。譬如講家下，如果要似個呢個條，韓國係流行嘅方式，係講我用啲台灣嘅，無論係老山歌、山歌字啊，嗬，佢嘅呢音調、音階嗬，五聲音階講拉咪嗬，手調咁樣嘅感覺，比較老山歌嘅味道。係山歌嘅味道嗬，譬如講我要了回鄉藝術嗬，我來唱一段，本來一彈可能要3種冇同樣嘅風嘅，譬如講小小離家路太遠啦，鄉音無改那，並無吹那。一同來相見哦，記住不相信啊！小門哦，客從何處來呢？哦，厲害厲害厲害！其實用水口唱，我未試到講呢下歌嘅部分，係講老人家要用音嘅，我記得喺度聽唱。我覺得都好彈誒，因為佢的語言就他們生活裡面，他們對運用得非常純熟。誒，咧係一樣學嘅。從水口啊，從係啊，不然睇下遲到講，哇，彈呢歌謠，彈呢融入呢嘅生活當中，嗬，香港呢表現出呢嘅文化嘅情感。好。當學彈，咁樣如果個呢，如果個大家當到學彈嘅咧歌曲，韓國呢分享佢當到咧作品內容，韓國咧今年有新嘅計劃了，等下進到節目來繼續同大家分享。快快睡吧，今夜夜娃娃，小安姑，乖乖睡吧，深夜漫天大，小乖唱歌呱呱，風音中貼燈籠聽樹呀，睡吧睡吧，淡淡態。
全部该谁被逼弹，阿爸重过不去弹。弹你了歌曲係咩？知道我啊，什麼動點錢啊？真緊咧，當會繞籃球誒，那是為地咧通繞的專輯地。嘿嘿，可能有我這個舞曲的專輯最後面，還有聲音的彈所有旋律咧。阿伯，結果我跳舞跳到東方去，你係喺我水舞咧。咁佢肯彈起來嗬，那像小朋友嗬，留大眼向下彈，未動嗬嗬，一彈睇嗬，是不是都動點錢？有療癒的效果。真緊咧，所以你哋啊，嗰隻專輯嘅安排咧，曲嘅編排未好，後嚟音樂風嘅設計都係特別用心嘅，好聽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安古2。安古2，第一是不是本前動音非常喜歡啊？第二是大家聽從咪當喜歡啊嗬，所以到時呢，出來發行嘅時節，請大家嗬，一定要多多支持老年親朋好友，大家共下來分享咧好音樂。係啊，所以我想你一參門學當到嘅發同本大家記得講，有一個總算等一等叫2年啊嗬，等2年100歲，有3張專輯嚟同大家見面啊嗬，所以呢3張專輯冇共用嘅風格，過了呢最近啊除了專輯以外哈，有新嘅計劃誒，到了又到駐唱的地點，再次帶領樂團去現場去表演嚇。嗰種因為自家本身特別後生時最好彈嗰種西洋嘅流行音樂嘛哈，你下想回去 pub 裡面，從自家呢動員呢喜歡唱的，比方說60啊、6浪啊、7浪、8浪年頭嘅嗰種西洋流行歌曲，還有呢讓自家嘅客家創作呢帶到這個 pub 裡面，這個客家的城市游擊戰，到處可以聽得到客家音樂。當好，所以你一計劃嗬，你一將樂團喺舞台當表演，所以想說會到哪位去表演，當期咪共用搜尋謝宇威，你上嗰個臉書出啲嘅，市民音樂全部有。是擺好咧。Oldie Goodie 啊，女巫店。所以今日講到當重要嘛，城市游擊戰嗬，是咪係希望本呢啲客家音樂，喺台灣各隻角落，也講呢啲台北咪好，乜乃你去你聽音樂做啲欣賞表演嘅素材，都做啲聽到呢啲客家嘅聲。係啊，咁講到其實你睇後時節是當好聽西洋音樂，冇共用類型嘅音樂，嗰種是你係喺民國時期後期開始有當到嘅表演咧。嗰時因為我係第9屆大學生，你有冇講民歌的？差不多1975年是楊旋發表的這個民歌，那就1992年其實是民歌末期的大學生運動，其實也接到民歌的一脈。其實那個央球該民歌運動嘅世界啦，從1975算是民歌的第1年哈。吳承志先生佢發表該專輯也是在1981年，差不多的民歌的中期。其實民歌嘅哈，它當然主流係該後上音重出這個聲音嘛哈，然後該中美斷交啊有關係。其實還有一支從個簡上仁老師啊，叫做該推你後來嘅創作，啊堅持到了下。吳承志先生佢發表客家嘅歌曲，其實啱從到民歌末期，我創作客家嘅創作，其實跟着民歌也算是民歌這個主脈，這個有一個分支，就是客家創作的出現。有接到啊，所以你客家音樂其實早期嘅創作係多係民謠風格咧，係彈唱民謠，你係講嗰種係音樂風格係安陽人，chamcham又係搖滾咧，係爵士咧。你馬上冇有啦，爵士嘻哈嘛，有，還有阿卡貝拉，有，所以非常係多元嘛。非常係多元。係啊，你講其實無論你哋哪部唱歌，你有乜嘅語言，是係你世界音樂其中一個當重要嘅元素，所以你客家音樂咪係世界音樂其中一部分啊！哈，呢幾年有一個要撈前度冇共用嘅樂團咪好，音樂風格類型嘅呢一班，向下大家表演，譬如要下 Flamingo Tango 嘅音樂風格。從2年撈一隻純粹探戈樂團合作，佢哋本來係做嘅南美純粹嘅嗰種純的南美探戈，後來佢哋要改變咗客家唔係。台灣那個流行歌曲，從該蘇博的人啊，亦都有台語的流行歌曲。他說到佢講，你可以合作看看，我們把鄧雨賢還有把客家歌改成這個 tango。所以講，兩今年從啲該鄧雨賢的紀念音樂會啦，還有啲去年的該一鳴記，
还有唱开Tango 的舞者 dancer 啊，记得唱 Tango 客家的探戈，然后跳舞。在上网还可以搜寻到谢宇威与纯粹 Tango 乐团。对，应该去年的艺名季也是在有表演。有看到了相片，所以你表演的是这个 Tango 音乐风格，跟地图了乐器配置不一样哈。台体有手风琴，一定要手风琴，有手风琴，手风琴还有小提琴也还大提琴。一般是最基本配备就是大提琴、钢琴这个基本配备，那可以加上小提琴啊，其他的乐器这样子。哇！像还有那个阿卡贝拉合作。今年有两场叫做Woman of the World， 记得来改编从刚刚从的玛莎，还有法属哈，老外唱这个客家歌很有味道，从千流很艳有表演，最近还有一张拉脱维亚合唱团，记得老该刚才歌曲也是改编成这个阿卡贝拉。刚刚非中共用两种国际的团体走在演唱这个歌曲，他们也很喜欢花树下，不过我还也希望因为。法属话哈，等下，那下海时间是1996年还是94年下海？很久了啊。其實我希望有下下都其他的歌曲啦，台之家做的來翻唱其他的歌曲，就不要一直唱花樹下，因為從強度嚟講，從嘅新嘅歌曲。嗰是等於技術發行哦，技術寫哦。所以我新寫好嘅歌曲，台之家配沙長做糖多做啲翻唱。係啊，所以其實做藝術嘅創作學做音樂是堅持下去啦。當然，家講到。冇容易咩哈，不過你一經驗咯，如果又要動到新嘅合作嘅方式，然後也講自己要自己有不同的嘗試，所以我求你豐富你嘅身份。動好高啦！你動好，所以你做得搞出新嘅音樂。童這樣子。哎呦，其實佢一出於張眼夢，就在寫客家音樂劇，那種係動到嘅客家創作者也非常雄，但不過做客家音樂劇，它需要比較多的資源跟經費啦哈。我喺下度喺規劃。希望有機會，其實差不多7、8年前本來有機會寫，本來老該郎祖筠記得有該春和劇團有合作，不過該時間國家戲劇院的檔期沒有敲定，就沒有時間，就胎死腹中了。希望還有機會，還蠻有機會做得做個客家的音樂劇，非常非常期待哈。好，今本呢本大家聽得到哈，才會欣賞到非常多新嘅作品，即將會同大家來分享咧哈。當然先邀請大家來睇10月14號，啲天公遊樂學演唱會，啲朝時光機重用，突然大家穿梭了客家30年，啲客家音樂劇集個哈，邀請大家共下來欣賞啊。歡迎大家來。嘿，今日再次非常感謝這位哥來到節目當中分享，啲祝福你每一隻音樂嘅啲夢想都做得成真。是夢。再次希望所有朋友今本日嘅收看哦，大家係技術聽你先生咧做認同了，上嚟了，拜拜。上嚟了。